过年要到啊，真侪人开始大摒扫，为妈妈伫咧网络顶头看影片，甲人讲这清洁剂安怎透，若准乌白透，可能会中毒。这环境部今举行这过年大摒扫记者会，特别邀请摒扫专家，还有昆虫系教授来教民众用上界安全的方式，甲厝内面摒好清气淡淡。 用60度的烧水加一寡苏打粉，浸一个1时的时间，就清气溜溜。过年要到啊，民众开始大摒扫，专家提起只要有3款清洁用品：洗碗巾、苏打粉和柠檬霜，就有够清几斤啊。专家也提起用清洁剂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千万唔通透滥用，若无有可能会产生毒气。水垢、皂垢它是需要用酸性的清洁剂，可是大家为了要除霉，可能也会用到漂白水。那其实要非常的注意。 漂白水跟预测清洁剂是不能混用的，好，要不然它会有毒气的产生，会腐蚀到我们的呼吸道。大摒扫除了是要甲无爱物件扽掉，也要避免物件扽伤济，厝内饲鸟鼠。专家表示，鸟鼠高走佮高避预防的方法，就是爱甲厝里的光线封起来。啊，若真正要掠鸟鼠，尽量用鸟鼠撇仔，因为用药啊、用黏鸟鼠棒，拢有可能颠倒对细汉囡仔、到猫仔造成伤害。老鼠药它是间接的。 比如老鼠吃了以后中毒，可能被其他的动物去吃的。那还有一些鸟类，因为我们的老鼠药很多都是用五谷杂粮做的，那很多禽类它就会喜欢吃。 特别过年啊，环境部开记者会，教民众清厝内撇步，也公布过年粪扫车的时间。环境部提醒对29暝下晡粪扫车就会暂停收粪扫，爱到初4、初5才会开放。每一个县市开放的时间无同，若要倒粪扫，也爱特别注意加速管啊、网仔水管啊，这款一定爱特别甲回收人员讲，避免粪扫伫压缩的时发生危险。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